台中有一个27岁爸爸，6年生5个囡仔，人叫伊是吴宝爸。厝内底无好过，去年伊上网要来卖婴仔车来坑医药费，有袂少人伸出着援手，阁有善心的头家提供伊就业的机会。想袂到这个爸爸干那做5工就来化忝辞职咯。1月24这天。 伊7个月大的囡仔洗身躯的时阵，30拍2度来烫伤，送家互病房。昨个互厝主来指控，讲因退租搬厝，当初提上网要卖这个婴仔车，无来提走，就干那搬走迄台珠宝送因的冰箱，阁来留下着一大堆的粪扫。 行入来厝内，随闻到臭毛毛的味，即口走搬厝，煞留真侪粪扫，有衫裤，桌顶无食完的便当，路边啊即台红婴仔车是港城市当初伫咧网络想要卖掉总医药费的，结果煞伫咧搬厝时阵无甲搬走。婴儿车还是丢着，他就把冰箱搬走，一些杂七杂八，那都已经长蛆，然后又生水。 虽然吴宝爸凌晨就来搬家，可是直到上午为止呢，客厅里头还看得到他留下来的一袋一袋的垃圾，甚至连小孩子的玩具车都还来不及搬走。搬厝粪扫等的，阁欠厝税，互厝头家讲去。27岁港城市6年来生5个囡仔，厝内无啥钱，囡仔天气冷的时阵，煞敢若包着珠仔。虽然有好心的头家要甲伊请，不过港城市讲做5工就死头路。 做1份就好了，然后先把家里稳定好。因为我做2份的话，这样子的话，我根本没有2边都要耗体力。规口罩3顿无正常，厝边头尾的人好心情跟斗3工，港城市煞过嫌。都包便当回来给他们吃，他们都跟媒体讲说，他都吃人家不要的剩菜剩饭。 5个囡仔含食饭拢有问题，上细汉的7个月大，1月24洗身躯的时阵，互烧水烫着，送家互病房。检察官调查研判，应该是父母无细力，甲查甫囡仔烫着伤，唔是苦毒囡仔。那如果家里的照顾能力跟资源确实不够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当然也会考虑跟家长来讨论，是不是做委托安置。 港城市进前防逼罚单无力，甚至无驾照骑车，即马囡仔搁防逼烫着伤，厝边头尾的人看袂做，社会局卖继续观察，看囡仔敢有需要强制安置。